今仔日是5日节连续假期头一天，交通部严格管制交流道，为11暗时到12下晡，真侪所在若要上高速公路是拢塞甲真严重。高公局预估今仔日规天的车流量大约是53.8万车公里。若气象局表示，小型风台已经伫今仔日下晡形成，不过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后礼拜一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雨水会较高。 伫今疫情伫咧5日节假期摊开，交通部释出有史以来上界严格的交流道管控制度，红灯的秒数拢加倍，上长有35秒。国道1号、五股、桃园、湖口、台中，也阁有国道3号、中和、南深路接国道5号南港系统，对12早起到下晡拢出现未上高速的车阵。截至下午3点。 国五南向雪隧的通过量大概是9400辆次，相较于去年同期减少了72%。未少交流道路口拢有警察伫咧指挥，不过管制措施严格，也影响未少上班族甲物流车。交通部中昼是紧急放令14个物流车较侪交流道增加青灯的秒数。 对这些要工作的民众感到非常抱歉。不过因为这样子，也让大家在返乡的这件事情上得到社会各界大家一起来认同也支持哈。 高公局表示，12下晡3点为止，全线交通量大概30.5万车公里，估计12规天53万车公里，和去年同期减55%，确实有影有效管控长途的车流。也若天气部分，气象局表示，今年第4号风台小熊已经伫咧下晡形成，对台湾无直接影响。这2天各地天气拢稍热，到10时以后受西南风影响，南台湾的雨水就会较高。记者阿敏珍、林玉凯、谢桂林台北报道。